17號嘅超色巡遊再次登場嘅，各位觀眾咧記得到時咧嚟到長洲再次欣賞佢哋嘅風采啊！係啊，藉呢個機會咧，特別多謝長洲海燕體育會嘅全力支持同埋協助，令到我哋嘅活動咧能夠順利進行㗎。我哋俾啲掌聲海燕體育會。冇錯啦，嗱，最後一次再次提醒大家啦，我哋香港信貸特約晴月海岸線咧，將會喺下個星期一開始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點半鐘啦，由翡翠台同埋高清翡翠台同步首播㗎喎，大家要支持啦！另外咧，其實咧我哋仲準備咗少少嘅茶點啦，咁係你哋一陣嘅朋友咧，聚完講完之後咧，可以稍微要過去到廣場後邊嘅金